新手教學，租樓開支加租約全面睇。近期唔少新樓排山倒海入伙，令市場上出現唔少一手原裝嘅現樓租盤，吸引好多年輕用家，特別係新來港專才人士或學生租住。不過租樓嘅程序同需注意事項就唔係個個都知，而家為各位新手逐項拆解。一、實地視察。雖然今時今日資訊科技發達，基本上足不出戶都可以了解樓盤情況同細節，圖片同影片都好齊全，但係實地視察都好重要。了解項目嘅配套，特別係交通同附近購物夠唔夠方便，都係需要實地了解。二、計算所有成本開支。基本上租樓一般會收取俗稱嘅兩按一上，即係2個月按金1個月上期，上期即係首月租金。若屬於地產代理租盤，就要另外預備半個月租金作為代理佣金。假設想租住一間月租1萬元單位，租金開支包括2個月租金作為按金，即係2萬元，頭1個月租金1萬元，另外代理佣金相當於半個月租金5000元，即共35000元為首次租樓嘅開支。一般嚟講，租樓所簽合約都係俗稱嘅1年生1年死。如果第1年內租客要終止租約，係需要賠償按金；第2年就可以係足夠嘅通知期後終止租約，並可以退返按金。3、雜費。另一樣要考慮嘅開支就係雜費，包括管理費、差餉、水電煤同維修費用等。一般租盤嘅租金多數包管理費同差餉，至於水電煤就並唔係所有都包括在內。同時要留意租約有冇列明誰負責維修費用，一般嚟講都係由業主全數負責。建議係租約上列明雙方需負責嘅開支範圍。4、免租期。由於搬屋、搬家私等原因，簽好租約後可能需時先搬入單位，所以要同業主商討幾時正式起租。一般嚟講，免租期約3至7日不等。如果屬代理盤，就可以由代理與業主洽談。當然每個租樓個案情況都不盡相同，我哋可以因應客戶不同嘅租務需求，提供更詳盡嘅免費分析。歡迎隨時聯絡我哋了解更多。